因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感谢上帝恩典，通互咱伫6月份最后一个主日，大家都聚集伫上帝的圣殿，三角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，咱三角来祈祷。伊要听阮的主愿，感谢你，通过主你的引带，也通过主你的祝福，互阮淡水教会兄弟姊妹对正月到伫6月。阮逐日拢伫上帝你的故事中间，伫顶半年有充满平安，嘛充满喜乐，因为有主你甲阮三个同在，嘛互阮会当伫每一天、每一日、每一个时刻，拢充满稳定甲疼读。那阮伫祈祷中，也为着心灵欠安的兄弟姊妹祈祷，愿上帝特别来看顾阮的兄弟，有卢汉姐。有张蔡主者，有刘警察者，因伫入院的中间，也愿主你赐福保守，愿主你来看顾，也愿主你伫礼拜堂的圣神共款，伫病院内底来成做因的快乐甲扶持，互因会当游玩伫主的故事内底，无论伫倒落，拢有上帝看顾。愿伫祈祷中，嘛为着伫日本奥萨卡这个所在，伫顶礼拜。来发生地震，地教有真侪人来死伤，阮也伫祈祷中，愿主你的平安临到伫日本奥萨卡这个所在，通过主你的保守，互阮每一个人，无论伫倒落，拢有上帝你看顾，通过安尼，互阮会当充满盼望甲信心。但愿恳求主，你的圣神嘛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。来成做阮的准情，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伫今仔日要通过撒母耳上卷17章32节到49节的经文，互相来分享，互相来勉励。咱伫即几礼拜透过撒母耳上卷的经文，来互咱重新。会当伫咱的生活、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会当有真侪会当思考的功课。特别咱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咱看见着讲，当撒母耳上卷17章，非利士人来去挑战扫罗甲伊的军队的时阵，迄中间咱看见着扫罗的军队充满了真侪惊吓、真侪不安。但是，即中间咱真明白，即个圣经的故事，也就是大卫伫遮跳出来，要代表整个以色列来去面对非利士人，特别是歌利亚的挑战。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也细汉伫主日学，或者是伫青少年团契，包括伫成人主日学，包括伫礼拜堂，只要你对圣经有识，或者是讲捌看过电影。遮的兄弟姊妹对着今仔日即个圣经的故事，拢非常的熟悉，并无有生分。咱看见着即个故事内底，咱传统上拢解说着大卫真有信心，会当来将高强大汉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伫遐来甲伊拍败。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牧师希望咱会当换一个角度，会当重新来思考。当非利士人遮尔强大、遮尔勇壮，大卫遮尔渺小的时阵，但是大卫伊的信心是透过伊专注伫上帝的信仰中间，来互伊会当有气力来刣赢非利士人歌利亚。我想通过即款的角度，来咱转来到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做伙来认捌，做伙来分享。牧师有愿邀请咱。那如果你有查圣经，伫礼拜中，咱甲圣经甲拍互开。如果你若无查圣经，习惯用手机啊，牧师嘛希望你会当甲手机啊，会当甲圣经公会、台湾圣经公会的即个网页，甲伊拍互开，来甲伊调整，来去到伫撒母耳上卷17章的经文的范围内底。我想咱伫礼拜的中间，会当通过圣经。伫即中间有上帝的话语来成做咱的连接，
互咱的信仰生活会当通过圣经来搁较有帮助甲瓦靠。我想伫今仔日主要有几个人，咱爱去认捌。除了大卫，除了扫罗，包括有一个人叫做，有一群人叫做非利士人。伫非利士人伫旧约的圣经内底，特别伫历史册，对士师对着即个撒母耳上悬，甚至到伫列王这个故事内底，咱拢看见着即群人一直是以色列百姓、以色列即个民族真大的糟蹋，因为因拢会甲以色列来起冲突。总是非利士人伫圣经的记载中间，咱明白因是一群拥有武器，应该是讲因是拍铁啊即款的民族，所以对着刀剑、对着枪、对着遮个武器的制作来讲，对因是真有法度嘛，真有资源。也因为安尼，当大卫要自愿来去面对着非利士人挑战的时阵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伫遮扫罗和歌利亚用着真看轻，或者是真感觉无可能的态度来面对大卫即款的自愿。但是，当来到伫整个的经文的记载内底，咱明白着讲，扫罗伊面对着非利士即个军队的挑战，非常的惊吓。所以大卫伫遮自愿要甲非利士人要来面对攻拍的时阵，扫罗的态度非常的否定，甚至伊认为讲大卫做信仰告别了后，咱看见着扫罗伫遮安尼来回应大卫安尼讲：你去，耶和华要甲你治地。如果你手头若是看华语版的圣经，扫罗的态度是非常感觉讲，做你去啦，看轻。或者是讲轻视，因为对着大卫来讲，伊只不过是一个囡仔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即个经文内底真水的一段经文，就是大卫伫遮来做信仰的告别。我想咱来倒来到伫撒母耳上悬伫顶间咱所讲的15章、16章内底，大卫受竞选的所在是伫伊饲羊的所在。大卫受竞选是伫牧场，伫遐来接受上帝的竞选，通过撒母耳的抹油，伫遐来成做王的一个身份。这对着整个圣经的解说来讲，这就是一个天职。大卫要成做一个牧者，伊伫牧场内底受竞选，所以当伊要成做一个牧者，伫未来带领整个以色列会当伫国际内底，或者是生活内底来成做众人祝福的时阵，咱看见着伊一直徛伫百姓的头前，来成做侪人的一个见证甲帮助。所以通过这个牧者的身份，伊真明白伊的生活怎样来面对挑战，特别怎样面对狮，怎样来面对遮的野兽，面对着遮的侪威胁。伊羊群遮的挑战中间，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伫今仔即个经文，嘛是大卫伊来做信仰告别一个真大的根据，因为伫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咱看见着当大卫甲扫罗来自个奋勇，来认为讲我会当去面对歌利亚的时阵，伊相信今仔日毋是伊一个人。来去面对歌利亚，伊相信的是万军的耶和华会当伫伊的后壁来成做伊的支持，透过安尼，互万军的耶和华来甲伊治地，来成做伊的拯救。各位兄弟，伫今仔即个经文内底，咱看见着讲大卫即款真水的信仰告别内底，互扫罗伊感觉讲，反正我有法度应付，我有法度去面对，反正代志解决就好。但是伊伫即中间无去注意着讲，对耶和华上帝信仰的一个要紧，所以认为讲，反正你去，只要会当来将歌利亚赶互走，安尼就会使。总是咱看见着大卫伊来相信耶和华会当来成做伊的保守，所以通过安尼，咱看见着大卫
伊伫即中间的信用个别内底，圣经的记载，咱请注意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内底。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咱看起就讲37节，大笔讲耶和华救我脱离狮的妖甲熊的妖，伊也要救我脱离即个非利士人。咱看起就讲大笔伫遮咧做信用个别，大笔伊确信即个上帝要成做伊的救赎，伊的拯救，但是扫罗伫遮用着应付看轻即款的态度来表示对上帝的毋信。同款的意思，当大笔徛伫歌利亚的头前，歌利亚用着看轻的态度来欺视大笔。大笔用着单纯的信心，摕着伊的管，甲伊即个手摕秀扫啊的扫，伫即中间来杀死歌利亚。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，特别伫第2阶段，大笔杀死歌利亚即段，是一款上帝甲生命之间的一个争战，因为歌利亚嘛伫大笔的面头前来奉伊所信用的生命伫遮来救抓大笔，但是大笔嘛共款伫非利士人的面头前，奉万军的耶和华即款的信用的个别来成做伊杀死歌利亚一款的溃烂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咱做伙来回忆，做伙来去认捌的时阵，大笔甲扫罗的关系，大笔面对着歌利亚的关系，伊拢坚持持守伫对上帝的信心。即款的信来成做伊的溃烂，即款的信就亲像伫撒加利亚书所讲的，我所倚靠的毋是兵马，毋是军队，毋是刀枪，我所倚靠的是耶和华上帝的信心。因为大笔的信心建立伫耶和华，因为除了耶和华以外，别位无拯救。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安尼来做一个约略的认捌。这段经文大家拢真熟，牧师嘛通过安尼来做一个引言，来互大家做伙来思考。咱伫即站通过撒母耳上卷历史册的记载内底，咱搁再一次邀请大家来甲即款的信息记号掉。伫历史册的内底，咱一直咧强调的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上帝。对士师记一直到伫整个的撒母耳、列王、历代志，包括路得记等等遮的经文内底，就是来提醒所有的以色列百姓，或者是咱咧读圣经遮的基督徒，会当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上帝，透过安尼来，互咱会当去明白人生的意义是对倒落来，嘛帮助咱会当重新去思考，咱的信心、咱的勇气是对倒落来。大笔的故事，咱拢认为讲伊是一个民族的英雄。大笔的故事，咱拢一直认为讲伊是一位真有智慧、真有气力的一个勇士、一个军人。但是无论伊的信心，无论伊的勇气，拢是对上帝的专注来。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当咱一直咧讲大笔的信心的时阵，大笔的信心，若假使讲伊无连接伫对上帝的旨意专注的中间的时阵，咱就无法度看见着即个信心会当对大笔的生命内底来产生。因为大笔会当专注旨意伫上帝的信仰的中间的时阵，咱看见着大笔的信心透过上帝的全能，会当来成做伊的倚靠。会当有气力来克服面前的挑战。安尼落去比较的下面，咱看见着扫罗甲歌利亚两个人对大笔看袂起，然后伫即中间，两个人离开上帝，来冤枉家己。透过安尼，因认为讲伫因的经验，因是有经验的证书，
因是有经验，伫战争的中间的高手，看到一个囡仔徛伫头前，因认为讲这是一个无可能会当阵赢的一个机会。但是当大必宣告，伊是奉万军的耶和华来征战这场的战争的时阵，代表讲大必倚靠上帝，大必专注伫伫上帝的时阵，互伊完全一无挂虑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专注在上帝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功课。我们怎么样去专注对上帝的信仰？我想对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，是咱一生真要紧的功课。当咱专注伫上帝的信仰的时阵，互咱会当一无挂虑，就亲像大卫同款。当扫罗甲伊看轻，歌利亚甲伊看轻的时阵，但是大卫奉万军的耶和华来徛伫挑战的头前。进一步来讲，咱来用心理学的角度，扫罗会惊，歌利亚会看轻，这拢是用着人的经验，伫这中间来去判断代志。扫罗为什么会惊？因为伊想要步，要怎样来杀赢非利士人？当大卫徛出来的时阵，伊认为讲这只不过是一个放羊的囡仔尔，太有可能会当来去面对着伫这个战争顶面真有经验的非利士人，特别是歌利亚。一般的常识拢认为讲，这场的战争是无赢的机会。另外一部分，咱看起着歌利亚，高强大汉，伊看起着大卫是一个囡仔屁。所以也伫这中间，伊认为讲，我举刀剑，大卫举一个管刀举这个袖扫啊的扫，安尼太有可能拍赢。但是伫今仔日个经文，咱用这款的角度，无论是专注第一伫上帝的信仰，或者是讲用着人的经验，伫遮来判断代志，这款的对比的时阵，咱爱定心去思考。如果咱若是用人的经验来判断代志，咱又搁怎样会当去认捌甲经历着上帝的专利？咱是毋是真侪时阵用经验来去判断甲思考人生的问题，以到咱忽略对上帝的旨意？也因为安尼，咱一直相信人会夸口。但是咱却忽略对上帝所来的见证。我意思真简单，咱太侪时阵用着人做中心来去取代上帝做中心。所以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的解说、经文的分享，牧师要鼓励咱嘛互相来勉励，咱应该爱检讲人的代志。咱来检讲人的代志，来加讲有关对上帝所来的见证。因为透过安尼，要互更较侪人知影，上帝是咱的救主。各位兄弟，伫今仔日个信息中间，咱第一阶段，咱要做伙来想，咱是第一人还是第一上帝？咱的目睭是专注伫人，还是专注伫上帝？我想这是互咱会当好好伫咱的人生中间，伫咱的生活内底做伙来思考。有一个故事，我会记得伫礼拜中曾经捌分享过，伫今仔日游玩都提出来甲大家三甲来分享，因为我感觉这个故事真有意思，值得会当互咱都再一次会当伫礼拜中甲大家三甲来勉励。有一个会友。伊有一日走来找牧师，伊讲：牧师啊，我以后无爱来聚会。
因为我感觉来聚会足艰苦的。即个牧师就问即个会友讲：为什么你敢会当互我知影原因？结果即个会友讲：我若敬拜来遮做礼拜的时阵，就看见着有人伫遮咧耍伊的手机啊，有人咧讲侪侪婴仔话，有人敢若顾家己，因为因是假的基督徒。即个牧师伊就点点停一时啊了后，来邀请即位姊妹、即位会友来做一项事。伊讲，即个会友甲讲，牧师你5万，我会当帮你做啥物？即个牧师就摕一杯水，即杯水摕咧，然后牧师请伊注意来看，即杯水敢有任何的水对杯仔内底溢出来？因为牧师要摕即杯水洗教会的周围洗2日，所以即位姊妹讲好啊，安尼牧师我看你来摕即个水杯仔内底的水，敢有安尼溢出来？即个牧师安尼教会的周边洗2日了后，结果即个姊妹来甲牧师讲：牧师你已经行了。我嘛甲你回复讲，拄则你行路的时阵，即杯水内底，即杯水杯仔内底的水无溢出来。牧师就甲伊问3个问题：你拄则敢有看到有人咧耍手机啊？第2个问题，牧师就甲问讲：你敢有听见着有人咧讲婴仔话？第3个问题，牧师就甲问讲：你敢有看见到任何人咧做毋对代志？即个会友讲：我完全拢无看到啥，因为我只有专注伫即个水杯仔的中间，伫即个水杯仔内底，因为我专注，我才知影拄则牧师你洗教会周边的时阵，水杯仔内底的水无溢出。各位兄弟，这个故事真简单嘛，真水，就是互相来提醒，咱是第一人还是第一上帝？当你来到教会的时阵，如果你的注意力，如果你所注意的代志是伫上帝的时阵，你太会去注意着人的软弱，太会去注意着人的跋倒。我想伫今仔日即个故事最后，就是亲像今仔日咱的投影片顶面所讲的，毋通互你甲上帝的关系，互别人怎样甲上帝的关系来决定。因为透过你怎样注意伫上帝，会当保持美好的关系，来决定你甲上帝的关系。各位兄弟姊妹。我感觉讲，伫咱的圣经中间，最近这段时期，咱对6月到7月，咱要通过撒母耳遮的经文，包括列王记，拢是真内的经文。牧师真盼望讲，咱会当通过遮的经文，会当定心，会当好好来思考。真侪人咧解说大卫甲战歌利亚这个故事，拢认为讲，大卫会当克服遮尔大的困难。除了爱去确认家己人生的困难以外，转来到伫咱的信仰中间，咱爱去明白克服困难的困难是对倒落来。很多的时候，很多的励志的故事，很多的人生的哲学，透过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，人可以以小博大。人可以透过这些挑战来把面前巨大的困难克服掉，但是伫这个故事中间，咱把圣经的信息、信仰的反省放落去的时阵，咱爱去思考，伫咱的人生内底，到底咱的困难是对倒倒来？咱的困难是对倒倒来？我真感谢上帝。
我的伯公地基玉牧师，伫我神学院要毕业的时阵，交代3个代志。第一项，你爱面皮厚；第二，你的骹头有皮爱厚；第三，你的骹底皮爱厚。面皮厚，意思就是讲，你神学院毕业，出去做传道，出去做牧师，你爱面对侪会友的时阵，你爱有勇气。骹底皮厚，就是爱轻探风；骹头有皮厚，就是你爱轻基果。我感谢上帝，当我的伯公第二个牧师安尼甲我教导的时阵，到达为止，都有真侪爱学习努力的空间。这3教面皮厚、骹头有皮厚、骹底皮厚，一直正做到后来台南神学院的毕业生，伫每一次的毕业内底，我拢会听见一个真要紧的教导。但是这句话是对电视玉牧师所讲起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咱南部的宣教师，一位真要紧的牧师叫做巴克勒牧师。巴克勒牧师，伊过身了后，当人去看伊的衫裤的时阵，发现到伊的牧师衫，古早的牧师衫是归属的。既然伫伊的骹头有两支骹的骹头有的所在有破空，然后对伊的日记内底，才看见着讲，原来巴克勒牧师毋是一世人，干那伫遐舞白话字，伫遐咧宣教那尔，伊嘛开真侪时间伫基督的内底。各位兄弟，宣教师即款的故事，真做咱真大的激励甲帮助。当巴克勒牧师即事牧师服，伊的两支骹的骹头有破去的时阵，就是来甲咱提醒，你的生命内底，敢有用基督咧治愈上帝？你敢有甲你的生命冤枉上帝？透过安尼，互你的生活一无挂虑。伫每一次最近牧师有机会去参加一寡毕业典礼。有机会，都想起着我的伯公，想起着伯公，安尼甲我交代这3教，互我感觉讲，每一年看见着这毕业生要出门的时阵，要受派的时，拢有真大的感受。面皮厚、骹头有皮厚，甲骹底皮厚，透过安尼来表明咱甲上帝的一个关系。特别做一个基督徒，面对着现在生活的挑战，现在的生活真正非常挑战，也因为安尼真侪人来屈辱。但是咱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咱是得意伫困难的顶面，也是得意伫上帝的顶面。牧师真希望讲，咱所有兄弟姊妹做伙来学习。台北的故事，讲较简单的，对主日学听到呾。我相信在座真侪兄弟拢会晓背，甚至比牧师更较会暗念。但是咱转来到伫今仔日的信息内底，就是互咱做伙来学习，咱爱专注透过伫上帝，互咱的信心，互咱的勇气，会当面对着人生的挑战的时阵，会当有万军的耶和华来成做咱的帮助。求上帝来带领咱，咱毋是要活伫人的传统。咱嘛毋是要活伫人的经验，咱是要活伫上帝的拯救内底。亲像加尔文伫圣诗113首所讲：“除去你以外，别位无五目。”求主来带领咱。今仔日个保罗，今仔日个台北，讲起着一个真水的一个信仰告白，耶和华救我。简单的所要吟的圣诗，
别位无仰望。这个仰望对上帝所来，即仰望讲透过安尼来成做咱的宣告，来成做咱的气力，突破咱的困境，互咱会当进一步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三甲来祈祷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三甲来祈祷。听阮的主案，感谢你，感谢主你的祝福，互阮的兄弟姊妹会当通过圣经来操练，阮怎样会当伫意伫上帝，会当互阮伫意伫上帝的时阵一无挂虑。当阮面对着人生挑战的时阵，愿主你来带领阮，帮助阮，互阮伫意上帝，无伫意伫人；互阮伫意伫上帝，无伫意伫困难；互阮伫上帝你的带领中间，活伫上帝你的话语内底，来得到扶持。愿主你来帮助阮，恳求主你也引带阮淡水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会当将因的心。来渐渐活向上帝，阮会当伫即款的操练内底，会当活出基督的样式，来强化基督的生活。愿主赐福，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